大家好，我是罗生彪。现在是农历7月，华人一般上把农历7月视为不吉祥的月份，因为它是鬼月。据说在7月初1，鬼门就会大开，让在阴间的鬼魂出来人间游荡。之后在7月30，所有的鬼魂就会回到阴间，然后鬼门会再次关上。所以华人一般上都忌讳农历7月，并且不会在农历7月举行婚礼、搬家、动工等活动。但事实上，从佛教的角度来说，农历7月其实是很吉祥的月份，因为盂兰节就在农历7月15。在佛陀的时代，4月15到7月15是夏天，而且也是雨季。佛陀为了避免僧团外出乞食的困难，同时也为了避免蛇类蚊虫的侵袭，以及僧人们伤害到草木虫蚁，于是便把这3个月制定为节下安居。在这3个月里，僧人们会聚集在一个地方，一起闭关修行，不会随意外出。佛陀的其中一个大弟子目犍连的母亲生前作恶多端，死后成了恶鬼。目犍连很有孝心，他想念他的母亲，他以神通见到他的母亲已经成为恶鬼，样子非常憔悴，皮骨相连，咽喉像针一样细小。于是目犍连便尝试给母亲喂食，但由于业力使然，食物还没进入口中就已经成了火炭。目犍连帮不了他的母亲，非常伤心，便向佛陀请示如何才能帮到他的母亲。于是佛陀向目犍连开示，应该在7月15，也就是节下安居圆满日，向闭关结束的僧众做供养，然后请受供养的僧众持咒诵经回向给施主的7世父母。这就是佛说盂兰盆经的由来。盂兰盆是梵文乌兰巴那的音译，盂兰的意思是倒悬，比喻一个人所受的业报好像倒吊悬挂那样的痛苦。所以盂兰节或盂兰盆节就是解救那些众生的吉祥日子。目犍连听了佛陀的开示后，便如法供养僧众，因此累积了大量功德，回向给他的母亲，最终他的母亲也就得以从恶鬼道中解脱，投生为人。所以呢，农历7月15其实是非常吉祥的一天，在历史上，它是僧人们修行3个月后出关并接受供养的一天，而且供养的功德还能够帮助施主的亲人获得解脱，离苦得乐。而道教的中元节也是在7月15，据说那一天是地官的生日，也是请求他赦罪的日子。于是阴曹地府便打开鬼门，让已经死去的父母和祖先能够出来接受人们的祭祀和食物的供养。所以佛教的盂兰节和道教的中元节都是在农历7月，是提倡慈悲心和孝心的月份，哪里会不吉祥呢？这就要怪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有历史研究发现，朱元璋在还没有成为皇帝之前，为了推翻当时的元朝，于是便处处与皇室作对，唱反调。在当时皇室认为吉祥的7月，朱元璋不愿意看到民间和皇室一起庆祝，于是他便派人假装扮成道士，然后在中国的各州各县去散播谣言，说在7月的时候天将降大灾，鬼怪横行，是个非常不吉利的月份。农历7月就是这样演变成恐怖的鬼月的。再加上媒体的大肆渲染，把鬼月大做文章，讲鬼故事吓人啊，拍鬼片啊等等的，比如说什么7月14、7月又14之类的电影，人们才会对农历7月有所恐惧。所以当我们知道盂兰节和中元节的由来和意义之后，就真的没有必要再去害怕农历7月了。所以在农历7月里，汉传佛教多半会以3个大型的法会为中心，分别是瑜伽宴口、地藏法会和共僧法会。而藏传佛教则是以上师会供、
和四百供除障法会为中心，其中上师会供Lama Chopa Witso更是殊胜的度亡法会。这个法会对传承资粮田里的诸佛菩萨护法和历代祖师做广大的供养和祈请，并仗着他们的力量来超度众生。四百供除障法会藏语叫 Gyapshi， 它的缘起是这样的：在释迦牟尼佛的时代，有一次天神帝释天 Indra 生病了，主要是被四魔，也就是天魔、孕魔、烦恼魔和死魔所侵害。于是帝释天便请示佛陀为他解除病因，佛陀便给了他400供的修法，也就是第一，为了要消除天魔所造成的一切灾难，供100个石子，也就是夺马；第二，为了要消除孕魔所造成的灾难，供100个小叉叉；第三，为了要消除烦恼魔所造成的伤害，供100盏灯；第四，为了要消除死魔所造成的伤害，供100个替身除相。所以这个400供的功效，就是将400种法物布施给四魔，让他们不要对众生造成伤害和带来灾难。这个法会能帮助我们累积广大福田，消除恶业，以及影响我们身体健康和财务状况的障碍，还有导致非自然干扰的障碍。如果我们身患重病，面对重大的财务危机或官司缠身，甚至是面对人身威胁和冤亲债主或邪灵的干扰，这个法会都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在400供法会开始前，每位出席的信众都会获得1颗粉团，然后用那个粉团在身体的各个部位，特别是患病的部位轻轻搓过，象征带走我们及其他一切众生的病痛，也带走恶业和负面能量。人们在搓完后，用手掌把粉团压制成骨头的形状，然后透过法会的加持力，将这些象征我们病痛及恶业的粉团送走。这些是马来西亚科奇莱佛教中心在去年盂兰盆法会中的400供除障法会的照片。而科奇莱佛教中心今年也将在8月24和25日2天举办非常殊胜的盂兰盆法会。这一次即将举办的是上师会供和药师佛法会。药师佛法会将会带来强大的疗愈效用，来治疗人们生理和心理上的疾病。所以大家应该踊跃参加，来为自己还有在生或已故的家人消除业障和累积大量的功德。好了，今天为盂兰节证明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希望大家从今以后能明白，农历7月其实是一个提倡孝心和慈悲心的吉祥月份，而不是什么恐怖的季节。这个月份唯一恐怖的地方，就是电影院里放映的恐怖片比较多，而且也越拍越恐怖，越精彩。大家如果想要学习更多佛法，可以上占都古仁波切的中文博客 www.tamruchi.com/l/cn。谢谢大家。